漂亮的玻璃艺品，你想象得到吗？你也可以自己创作哦。其实就在苗栗的竹南，在这里本来有很多的玻璃工厂。不过呢，就因为东南亚的低价抢市场，因此呢，许多家都撑不下去，倒闭了。但是只有国泰玻璃厂，他们在客委会的辅导之下，成功的转型，变成了观光工厂。现在呢，能够让每一位来访的游客都能够自己当个玻璃大师，拥有自己创作独一无二的作品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就要带你来看看这个玻璃工厂如何转型，如何找到转机。漂亮的玻璃手工艺，以前只能用看的，但现在也能自己动手做。因为传承3代的老工厂转型成为观光工厂，烧得火烫的玻璃膏，艳红的琥珀色，很多人第一次看到。透过吹管轻轻吹，1300度的玻璃就像吹气球一样，慢慢在膨胀。好棒哦！看你吹得好大，我来。哇，好大啊！不要这边。老师傅在旁边协助，所以只要边吹边滚，一个接一个，民众每个都成了玻璃工艺家。花点功夫帮花瓶修好底座，玻璃花瓶就会慢慢成型喽。我吹成圆形的。没想到玻璃可以这么玩，可以塑形。大小朋友玩得开心，老师傅也很有成就感。现场还有玻璃工艺秀。70几岁了，70几岁。第2代传人徐文雄40几年的技术真的不是盖的，才一会儿功夫，5彩玻璃球绚丽登场。越来越大了，那玻璃球已经越来越大了。儿子接棒，把玻璃工艺发挥到极致。徐世云说：“当玻璃艺术家真的很辛苦，还好不负众望，转型成功。都会被玻璃烫到，整个手都是疤痕，然后很辛苦，然后就是这边的玻璃工厂大部分都被电子厂买去，它是一间间买买到我们旁边的人。不过我们是不轻易把公司卖掉了，至少我第1代长辈在天上看的时候，阿公要叫阿公了，至少说看我们孙子老师傅也没闲着，动手研发新产品，用苗栗客庄的竹炭做出养生杯组，让产业更有竞争力。尤其用我们苗栗的竹炭粉下去，我研发了3年多才给研发成功，就是这样。可是里面有发现，酒啊什么的比较甜，水比较好喝，就是这样。了解玻璃工业之后，自己手做的作品也出炉了。小朋友笑得很开心，因为这样的经验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独一无二。40年的玻璃技法在1300度的高温下变换，魔术一般的绚烂，轻轻吹起晶莹剔透的感动时刻。